香港唔止係一個城市，亦都係一個窗口。通過呢個窗口，大灣區同世界相連。Hello guys, I'm in Shenzhen. 粵港澳大灣區倡議係國家深化改革嘅重要方針。香港同深圳等大灣區城市喺法治、金融同專業服務方面緊密合作，擔當起連接大灣區同全球市場嘅橋樑。香港提供資金、平台同國際通道，令灣區企業走向世界。由香港面向大灣區，我哋見到合作同新機遇。香港健全嘅制度有利灣區同國際嘅金融合作。而穩定嘅治安亦都鼓勵大灣區內嘅跨境交流。香港嘅港口同四通八達嘅交通網絡，連接大灣區同全球嘅人流、物流，令貿易同旅遊活力無限。粵港澳大灣區係一個多元發展、面向國際嘅大平台。內地城市提供原材料同生產能力，而香港負責貿易、物流同金融服務。從零售批發到高端工業製造，都可以發現大灣區嘅發展機遇，協同國家內外雙循環嘅發展大局，背靠祖國，面向世界。Welcome to Hong Kong. 香港嘅街頭同廚房匯集來自於中西內外嘅文化，而香港嘅獨特飲食同日常生活，亦都反映出大灣區內嘅資源同文化嘅多元交流。香港嘅飲食文化，由街市到茶餐廳，都屬於大灣區嘅一部分。有溫度，有人情，有故事。唔同嘅信仰同文化喺香港共存，而大灣區通過香港嘅包容性，得以聯通世界。